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培盛長者學院所製作嘅智能手機初階學堂影片。本堂內容係教授你如何為自己嘅手機設定密碼。手機嘅密碼就好似你屋企門口嘅門鎖一樣，當你唔小心遺失手機或者借俾其他人使用嘅時候，可以防止陌生人查看你嘅私人照片、電話簿或者係銀行簡訊等儲存喺你手機入面嘅資訊。接下來我哋探討一下製作數字密碼嘅步驟。數字密碼係一組由數字0至9組成嘅密碼，通常由4個或6個數字組成。當我哋開啟手機嘅時候，輸入正確嘅數字密碼後，先可以進入手機主畫面。使用 iOS 作業系統嘅蘋果手機用戶，可以喺手機嘅主畫面上面揾到一個齒輪形狀嘅設定圖示，再用手指點一下進入。視乎唔同嘅蘋果手機型號，喺設定畫面中揾 Face ID 與密碼或者 Touch ID 與密碼嘅選項，然後撳入去。如果你從未設定過密碼，請點選開啟密碼。如果你想更換已經設定嘅密碼，可以點選更改密碼、更換密碼。如果選擇更改密碼，系統會要求你先輸入現有嘅密碼，再輸入想重新設定嘅密碼。要提醒一下，雖然 iPhone 可以用面容或者指紋嚟解鎖，但喺某啲情況下，你仍然需要輸入數字密碼，例如開機或者重新啟動 iPhone， 超過48個鐘頭未曾解鎖 iPhone， 或者使用面容識別連續失敗5次嘅情況。而使用 Android 作業系統嘅用戶，喺手機主畫面上揾一個齒輪形狀嘅設定符號，然後用手指點一下進入。揾到鎖定螢幕呢個選項之後，點一下進入，然後選擇編碼或者密碼。喺 Android 系統之中，編碼係由數字0至9組成，而密碼除咗數字之外，亦都包括英文同符號。你可以按需要自由選擇以編碼或者密碼鎖定你嘅螢幕，之後輸入新密碼就完成設定。喺數字密碼同密碼之間應該如何選擇呢？關鍵在於你對於便利性同安全性嘅取捨。如果你對於資料安全有較高要求，建議優先設定一組高強度嘅密碼。高強度密碼應該至少包含12個字元，並混合使用大寫字母、小寫字母、數字同符號。設定數字密碼嘅時候，有啲地方需要多加注意，例如避免輸入過於簡單嘅密碼，比如000000或者12345呢種安全性低嘅密碼。如果手機俾人執咗或者偷咗，對方會好容易估中密碼進入你嘅手機。此外，亦要避免使用生日日期、身份證或者電話號碼等作為密碼。由於呢啲資料往往可以透過社交平台、通訊錄或者一啲公開記錄取得，對方只需要嘗試幾次就有機會估中並且解鎖手機。為咗令自己記得密碼，你可以將密碼寫喺一個專門用嚟記錄密碼嘅小冊子上面，並將小冊子收藏喺安全嘅地方。另外，你可以喺小冊子上寫上提示語，例如孫仔嘅生日月份同阿仔門牌號碼尾數，等其他人即使見到提示都難以猜出正確密碼。除咗數字密碼之外，仲有一種係圖形密碼。呢個係一種用手指喺螢幕連線解鎖嘅方式。圖形密碼常見於 Android 手機。圖形密碼係數字密碼或者文字密碼嘅另一種選擇。喺頭先點擊鎖定螢幕進入螢幕鎖定類型嘅版面，選擇圖形就可以開始設定圖形密碼。設定圖形密碼嘅時候，手機會顯示9個小圓點。
我哋需要用手指由一點拖到另一點，畫出一個連線圖案。設定成功之後，我哋只要喺手機解鎖嘅畫面畫出正確嘅圖案，就可以解鎖手機。喺設定圖形密碼嘅時候，亦應該避免使用太簡單嘅圖案，例如直線、圓形等對方容易估中。另外，圖案亦唔應該太複雜，避免自己忘記。建議大家設定圖形密碼之後，多練習幾次，熟習手勢同順序，亦可以用紙筆記下圖案，並收藏喺安全嘅地方。最後一種密碼係最近開始流行嘅生物認證。生物認證係利用身體特徵進行身份驗證嘅技術，常見嘅例子有指紋同面部識別。生物認證一般嚟講比傳統密碼安全，因為每個人手指同容貌唔一樣，好難被模仿。部分手機應用程式，例如智方便同銀行應用程式，為咗提升安全性，都會要求用戶先開啟生物認證功能之後，先可以完整使用功能。要喺蘋果手機上設定生物認證功能，可以喺手機嘅主畫面上揾到一個齒輪形狀嘅設定圖示，再用手指點一下進入。如果你嘅手機係 iPhone 10或者更新嘅型號，應該會見到 Face ID 源密碼嘅選項；而如果你嘅手機係 iPhone 8或以前嘅型號，應該會見到 Touch ID 源密碼嘅選項。要設定 Face ID， 首先點一下設定 Face ID， 然後按照螢幕上嘅指示掃描容貌，例如轉動頭部、眨眼等。如果你想設定多於一個進行 Face ID 嘅容貌，可以撳設定一個替用容貌，等你嘅屋企人可以解鎖你嘅手機。要設定 Touch ID， 亦即係透過指紋嚟解鎖裝置，點一下 Touch ID 源密碼，然後撳加入指紋之後，按照螢幕上嘅指示操作，將手指放喺 Home 鍵上進行辨識設定。同樣地，如果你想設定多於一個可以解鎖手機嘅指紋，例如同時設定拇指同食指嘅指紋都可以解鎖等等，你可以按加入指紋。你可以喺 iOS 系統入面設定 Face ID 嘅應用場景，例如喺進行支付時或者使用自動填寫密碼功能時使用。要喺 Android 手機上面設定生物認證功能，可以喺手機上點選設定，然後選擇安全與私隱。你可以自由設定面部識別或者指紋，並按照螢幕上嘅指示操作。喺進行面容識別嘅時候，記得留意周圍光線係咪充足，以及鏡頭係咪水平對準面部。另外都需要留意，如果你外出時佩戴口罩或者眼鏡，當進行手機解鎖嘅時候，系統有機會唔可以識別你嘅容貌。你可以試下除低口罩或者眼鏡，再次嘗試以面容識別解鎖，或者選擇以數字或者圖形密碼進行解鎖。今堂嘅課堂在此完結，下堂再見，多謝大家。本教材由培聖長者學院提供內容及製作。